Kathy，今日想教大家勾呢款菊花嘅。咁呢款菊花可以用嚟整髮繩、耳環，或者係做其他裝飾都可以。用到嘅材料有線，用到工具有勾針、鉸剪、縫衣針。而家勾花心部分，環形起。勾第一行，將支勾針都喺呢個入針位入邊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勾針上面一針，就喺呢個入針位勾8針短針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。8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。我哋先扯緊線頭，再扯呢一條線，然後再扯緊線頭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走第二行，收針鎖針當係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，再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8組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走第三行，收針鎖針當係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。呢一行勾16針短針。16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攞一段40cm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。咁喺花心部分勾好，勾花嘅部分環形起，勾第一行，將支勾針都由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勾針上面一針，就呢個入針位勾8針短針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8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。我哋扯緊線頭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走第二行，收針鎖針當係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，再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8組。第三組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8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走第三行，勾花瓣部分，勾7針鎖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褪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
打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打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6針短針。將支勾針都入去下一個入針位，翹線，再花針引拔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就可以走第二組單元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仲有7針鎖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針鎖針勾好。我哋褪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喺呢度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針短針。6針短針勾好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翹線拉返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8組單元，勾最後一組單元，勾7針鎖針，褪返去第二個鎖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再下5個針位，勾5針短針。將隻勾針都入去最後一個入針位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將隻勾針都入去第一個入針位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3行勾好，我哋就可以走第4行。將隻勾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。再下6個針位，勾6針短針。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翹線，再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再下6個針位，勾6針中長針。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6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就可以走第二組單元，去返呢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再下6個針位，勾6針短針。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翹線，再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再下6個針位，勾6針中長針。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。
將支鈎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條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8組單元。勾最後一組單元，將支鈎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，條線拉返出嚟，鈎針短針喺下6個針位，勾6針短針，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，條線喺呢一個入針位，鈎針中長針，再下6個針位，勾6針中長針，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，喺最後一個入針位呢度，鈎針中長針，第6，將支鈎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條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最後一組單元勾好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條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攞一段30cm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花嘅部分勾好，然後我哋將線頭收喺花心嘅中心位，將花心黐喺呢個位，喺花心底部塗上膠水，然後將花心黐喺呢個位，花心黐好，菊花鈎即完成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，可以去返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